有没有想要跟我讲什么吗？有人一直对我笑，一定有什么话想跟我讲，还要逼大家跟我讲话。我写了一首歌，是那个，就是有点，就在模仿那个阿美族传统的一般歌谣啊。然后它里面加了小小的句子，就几乎都是虚词，然后就加了一个小小的句子。那个句子啊很简单，就是挂要去种田了，要去插秧了，挂要去插秧了，挂要去收割了，挂要去收割了，大概就简简单单，其实就是。我有一个种田的伙伴啊，他的名字叫冠，一个人名叫冠，然后，那他很认真的种田啊，就真的就是照那个农夫的那个上班时间，可能6点就要起来去田里面工作。那我刚刚回去花莲的时候啊，因为晚上我很忙，我还要上网跟人家聊天，所以我就2点才睡觉，2点睡觉，大概10点才会起床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挂藤呢，他就6点就开始工作啊，可能10点的时候就要收工，因为太阳太大。那我10点才起床嘛，就拎着那个什么早餐，这样要不要吃早餐？然后就是根本就是一个懒惰的种田的，还上面还讲好意思讲说我是农夫，也是我后来很认真了，真的，我保证。就是，那我要写给，就是要写给他说，对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种田的人，然后早上早起啊，就是你要插秧嘛，你很认真插秧，然后后来你就是可以收割了这样子。哎呀哦啊！海呀吼海呀吼咿呀嘿嘿，哎呀哎呦海呀那咿呦因，嘿呀哎呦哈哦海呀，吼咿呀哦嘿嘿，嘿呀哎呦海呀那咿呦因，嘿呀。哎呦哈哦嗨呀，嘿呀哦哎呀，嘿呀哦哎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，哦咿呀哦嘿嘿，你哦你多几挂那咿哟因，你哦你多几挂哦哟嗨呀，哦咿呀哦嘿嘿，你啥不得几挂那咿哟因，你啥不得几挂哦哟嗨呀。